行动。魏广明，汴州市公安局的，请你我聊聊吧。生事了吗？我家里有人，不方便。你老婆带着孩子去幼儿园了，家里没人。走。来，走吧。15年，你在汴州干了啥？并州，哦，我去过。做什么事儿了？挖洞的事儿。洞？生洞了？鞭塔地底下的洞，恐怕你要比我更清楚。并